1993年12月23號，咱台灣的憲法法庭頭一擺開庭審理釋憲案，由立法院提出來針對政府向銀行寫效，敢愛入去公債發行條例規範管理。行政、立法兩邊表達家己的意見，公開做辯論。台南縣在地布農族用跳舞和歌聲來慶祝這個特別紀念的日子。1998年12月23號，新武路溪魚類保護區佇咧台南縣海端鄉正式成立，會去農委會核定做國家級保護區。海端鄉的布農族封溪3年，讓每一種保育類的魚仔生產愈濟數量。門拍開，鳥鴞團團圓圓，總算來到台灣。2008年12月23號，民眾期待政府的中國四川鳥鴞團團圓圓坐專機飛來到台灣。警察開路帶因去台北市立動物園，因滾滾的身材、高水動作，讓因真緊變做動物園的大明星。